新移民的新人呢，假使係喺台灣待嘅，家講華語無太大問題，但都係對阿美嘅華語感覺生疏。唔過有許多新移民侄子喺台灣出世，唔過喺媽媽嘅家鄉有家公家婆，也得陸家人來照顧，而年拋嘅能歸台灣來讀書。雖然呢拿嘅係台灣身份證，唔過現在唔曉講華語，以為愛講級來讀書，上課路像鴨湯類窮樣哦。華語唔通，想要交朋友也會較難，但尚未是知道人呢喺學習方、生活方會較無自信。一群新移民媽媽同台灣全國新住民萌芽發展協會看到安尼嘅問題，因能喺台辦方免費做新人嘅翻譯，還會有課後輔導，希望幫助新移民侄子成長學習。真心啊，thật lòng， thật lòng， 我真心愛你哦，我不是假，我是真心哦。喺桃園新街國小1年生嘅辦學，有一個新移民媽媽，披啲阿些語嘅順風，聽聽先生上課嘅內容，用越南話同華語插啲來教，認證阿些語口言爭進來台灣，以及華語都唔曉得講，上課做得講係鴨湯類，另外交朋友都真難。我會講華語。那所以一開始是不是進去的時候，你有交到朋友嗎？沒有。為什麼？因為我後來我那時候我不會講。然後呢？然後我去學校，我沒有同學跟我玩。從阿些原用嘅聲音呢，啲新嘅國小行耳朵，也到新移民行耳推，從細啲越南泰，喺家到嘅家公家婆嚟吐，一直到愛耳鋪咧，個不將愛進嚟台灣。唔過此時講嘅係越南話，愛同鄉年齡嘅聲音嚟共辦，根本冇可能。呢度嘅聲音呢，都會攻擊來讀書。我進來就念4年級，我來在台灣念3年級。那國語課是在哪邊？在學1年級。為什麼國語課的時候就要去1年級上？因為我聽不懂，要跟1年級的老師說，跟老師叫我。桃園新嘅國小第4年人前就發現有安尼嘅情形，嗰時有請學校職工、關蜜蜂、雷天翻譯、韓國高級亞豆。我心裡想，我們那時候過來可能躲在家裡，晚上去上課，等到會講才出社會。但是看到他們就很可憐，一下完全不會丟到一個陌生，完全一個環境，他會無助又怕，然後又大又變小，你知道嗎？所以我覺得這一塊，我就覺得要趕快幫助他們，因為我怕他們放棄學習。我們認為這個孩子，他一進來是馬上要跟我們在地的孩子有沒有共同學習有沒有？我認為對他是非常不公平的啦。進隊來幾日成嘅話去逐禮拜個班先落而家班級落去，落個成員同學學習，衝鋒落去用配去讀書咁樣，做啲那個種嘅俾班級老師嘅翻譯。愛攻擊讀書，韓國讀起來要懂順序，安尼都會送到新人嘅心。做翻譯職工嘅關蜜蜂，幾行年前就是認真家媽媽破片轉去越南，老亞翻譯嘅工作不用下來，定期在個多轉來台灣，爭啲本單期輔導嘅新人呢，身體變動到，每家都唔好講話，可以知道一個也唔得。我們想進入他的心，搞不懂他不願意講。後來我一直去他家玩，然後學校有安排我陪他，要教他什麼，然後都有時候他不願意接受了。後來跟他家人，他阿公就說：“我知道了，因為要找他的原因，然後他說聽到他用 Skype 跟越南的表弟兒子講話，說來台灣沒有用，不好，很丟臉，那麼高大，然後跟小朋友1年級上課。”然後才知道他的心理受傷那一塊。
因為廿八嘅經驗過後，學校有時要關蜜蜂、幫國未會去聽書，尤其遇到成人嘅課卡都是多困難，行卡愛有行卡多嘅愛心同關心。我们这边的孩子多数都是单亲的孩子，家庭遭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变故，那最后可能离婚啦，或者是先生家里这边有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孩子毕竟是他们自己在台湾生的，他们希望能够照顾孩子。從記錄成去輔導新移民姊妹嘅臭屁臉同家老公陳偉傑，現正平常時同新移民有接觸，了解到有安尼嘅情形，也按到原來開始免費提供新移民第二胎課後輔導嘅課程，遇到新移民嘅姊妹未同熱心嘅攏來聽書。มัน都อันโตอีเดียวช่วงมาไอ้งวยเกตไอ้ฟันไทยไอ้ฮะหมอมาไอ้บอยจงบุญบอยไอ้ช่วงยินนี่ไอ้เวียดนามไอ้ข้างนอกเกตต้องช่วยก็ฮะ因为我哋都相當幫備喺台灣這邊政府一堆是個安好嘛哈有我哋都有上買天龍課啊買過一個相當啊是個即係做得貢獻嘅是個喺台灣嘅解點嘛哈都是輔導這個兩歲哦這樣子。唔但將輔導功課加強翻譯嘅能力，協會未會多教幾下條啲生活好具愛啲嘅東西。我們今天來市場介紹那個台灣的那個菜給你們認識，好不好？好吧。還有看市場裡面有賣什麼啊？啊。頭一擺去台灣嘅市場，用嘅新移民嘅聲音呢，錄住百多太麻利，乜解都尚未知、尚未了解，不是還會問條價。有嘅一種生活衝擊，幾條都加同尚未好，未懂勇敢去追講法語。你這個多少錢呢？看，你試問下，我那個姐姐，這個多少錢？这个多少？怎麼樣？你要大聲一點，大聲啊！阿姨她聽不懂你。这个多少钱？其實我們有時候在跟他們溝通交談上面，就會發現，其實有一些專有名詞他們並不太了解。學校他們現在在學校用營養午餐，可是什麼菜是什麼菜，他們可能不知道。那是不是也應該從這個生活上面協助他們，或者是去市場上面可以比較一下，台灣和越南有什麼不一樣，包括用菜的或者是水果各種品項上面，這個都可以從一般日常生活當中也建立到他們一些學習的方向。喺學校上課愛同盡心同建築嘅氣氛裏邊，嚟到課輔班也到聲音嚟看起來歡頭笑面，知道以輕鬆。現在啲也特別有遇到朋友共下早盤，相互講模擬，還會充電自家家鄉嘅國語。唔過按說未來陸陸續續會有5000人嘅從安內對越南轉來台灣嘅新移民下二胎，未強樣會有安內嘅問題。參考也記得新移民嘅姊妹來聽書並唔難，故所幾下條愛老亞種早盤翻譯嘅方式傳到全台灣，未希望政府會注意到新移民下二胎未來會面對嘅學習課題。